继续来看这几天未输在调这里，这个跳电停电是一件接一件。先是拜一的暗时，台北市树林区超过2000户来失电。台电讲是因为这个馈线跳脱，简单讲就是送电的线路跳掉去。隔天拜二的暗时，新北市的永和、泸州甲沙尘埔，因为变压器爆炸，配电的设备故障，5000多户来停电。共这个时间，台南的安定区，阁是因为碰气的关系，地区跳电失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不管是倒一种原因造成着失电，台电拢马上来抢修，未来嘛继续来精进改善。明明日头才拄落山，拄好需要电火的时阵，路顶煞拢无到。新北市三重埔泸州地区伫昨暗时8点50分发生大停电，台电嘛随出动。确定是泸州变电所的配电设备故障发生跳脱，5099户停电40分钟。不过想袂到这个暝无平静，半暝11点永和嘛停电，敢若是变压器爆炸，赶紧修到半暝2点，才恢复139户的供电。若北部台南的安定区3号尾仔嘛停电，民众搁耳仔鼻湾探讲拢暗蒙蒙，原来阁是碰气造成的。台电的维修人员搁翕相片证明凶手就是伊，不过已经造成308户停电。中仑工业区内底嘛有20间厂商拢受到影响。不管是相关的外力哈，包括动物，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设备线路的故障哈，第一时间台电的同仁就赶快抢修。事故我们的统计其实是减少的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在改善。虽然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台电会继续改善，不过热天真紧就伫要到啊，供电若是无稳定，实在是会互人头壳真痛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